同學仔今日做認識圓形嘅各類題目嘅，而家我哋要回答下面嘅問題。嗱，呢度第一條咧就話 A 是圓的圓心 ，AB 是圓的乜嘢？嗱，呢度 A 係呢個圓嘅圓心，就係咁樣啦。咁佢就問你 AB 係乜嘢？嗱，由圓心去到圓周，咁咪就係半徑咯。嗱，跟住到第二條啦 ，AD 是圓的乜嘢 ？AD 即係呢度 ，AD 係圓形嘅乜嘢？嗱，呢個咧又係圓心去圓周啊嘛，都係半徑咯。再到第三條 ，DE 是圓的乜嘢 ？DE 係圓嘅乜嘢？嗱，由圓周經過圓心再去返圓周，咪直徑啦，就係咁樣啦。到第四啦 ，AE 的長度與呢度邊條長度相等 ？AE 同邊條一樣咁長啊？佢問你 AE 同邊條一樣咁長啊？嗱 ，A 去到圓周，咁咪即係半徑嚟嘅咯。咁跟住咪同呢啲半徑一樣啦，即係 AB、AD 嗰啲啊 ，AB 呢個啦 ，AD 咁樣啦。跟住 DE， 嗱 DE 呢度咁樣喎 ，DE 喎，咁點會同 AE 一樣長呢？因為 DE 係直徑啊嘛。仲有 CD， 嗱 CD 咧離開咗個圓添啊，咁所以唔會嘅。嗱就係呢兩條都係半徑嚟嘅。到第五條 BAE 是一個咩三角形？佢呢度咧 BAE 嘅意思即係 BAE。咁樣呢個三角形，佢問你呢個三角形係乜嘢三角形？嗱，同學仔呢度呢 AB 係半徑啊嘛 ，AE 都係半徑啊嘛，兩條一樣長咯喎。跟住呢條呢，另外一個長度喎，咁所以呢兩條一樣長就係等腰三角形，就係咁樣得啦。快啲上榮恩教室嘅 Facebook 同埋我哋嘅網站度睇下啦！